交波同埋咧係傳交波或者走位，好猶豫啊，唔係好爽嘅。呢球波想左個拆利屋交後咗，好啦咁啊 ，Johnson Phillips 交嚟俾 J.R. Smith， 唔係留空佢射啲3分球哦，唔好 J.R. Smith。 前面咧，格倫希爾有一個變速啦，後手交俾堅人馬田啦，猛力入樽啊！呢個野獸。頭先我哋咪有一個牌，睇翻呢個慢鏡先。後手交翻嚟，咁啊盧比士咧完全咧個注意力咧擺晒喺個波度啊，咁啊冇咧就係僵翻，冇跟翻住咧就係堅人馬田。頭先我哋咪有一個圖，正今日咧吹嗰個尺度，似乎咧就俾翻多少少空間出嚟㗎啦。呢下咧又俾人馬到呢個波啦，3打1，再加翻中間冚上嚟嘅堅人馬田入樽。 但係有時都需要咧用個暫停啊，阻一阻對方嘅氣勢。咁啊呢度有一個 turnover， 第3節一開波，主隊打呢個6對0嘅攻勢，已經追成62平手。先咁交俾 Jay Rich， 唔要嗰場，但係堅人馬田喺後面將個波咧拍走咗啦，咁啊落翻去尼利嗰度。有一下，好彩攞翻，咁啊 J.R. Smith 3分球。呢段時間頭先講到有 J.R. Smith 啦，嗱睇翻呢度先啦，佢喺葫蘆頂。 漏空佢射個3分球，佢喺對上嗰12隊係好明顯咁突咗出嚟之外咧，突張咗啦。其他球隊各有各問題嘅啫，由排第2到第9嘅球隊咧各有各問題。呢一度波堅人馬田博啊入下波，提高佢哋嗰個參與感、個滿足感喺度啊。當嗰個高佬係 happy 啦，嗱又一個偷波，堅人馬田又偷到，好表演時間 ，J.R. Smith。 就係嗰個毛病啊，都係同咧即係好咗啲啦。70年代嗰陣時邊有而家咁好穩啊？交波俾拿樹嗰陣，拿樹佢未接穩個波咧起步，跟住有一個 turnover， 又係 J.R. Smith。麻麻地嘅表現係 B game 嚟嘅。有時咧嗱呢度波啦，佢未完全攞穩個波起步啦。佢今日其實助攻次數唔少，但係咧硬係覺得佢交波啲時間啊，本色啦，關鍵時刻咧入幾球喎。 咁啊，其實咧 Mr. Big Shot 今日都打得唔錯嘅，21分㗎啦。好啦，換馬槍掟翻過嚟，堅人馬田，堅人馬田。大家咁啊鬥搶嗰陣時咧，佢後邊撞到啊 Grant Hill。睇翻頭先之前啊，堅人馬田嘅入球，即係曾經有一個鏡頭啦，降起個雞翼啦，爭啲打中啦，就安東湖好肯跑，好肯咧係做啲努力苦攻啊！ 好啦，咁啊，史密夫終於入翻球喎，除非嘅話就真係一節出手冇嘅咯。反攝，喂，呢球波睇通咗 ，J.R. Smith 睇通咗，卡利沙，佢做魔鬼山啦嚇。咁啊，其實咧，我哋喺NBA 球員嗰啲花名咧，睇翻頭先啦，尼利入樽。其實大位繞前防守 ，J.R. Smith 攞到個波好耐，決定唔到點樣，卒之要分翻出嚟，搏腳對下堅人馬田要射啦。Long rebound 彈翻落佢嗰度，有啲暈啊 ！J.R. Smith 射個3分球啊，咁樣俾佢哋執3分。但係咧想話交俾比納斯，比納斯就慣低咗，咁啊所以而家個波咧到咗係 J.R. Smith 嘅手落咗陷阱，做嗰時間冇乜啦。堅人馬田喺外邊射個 long two，oh my god， 冇計，呢一球波啦。 咁啊，即係太陽隊呢啲情況就攝到阿 Grant Hill， 令到佢即係跌低咗，失咗平衡啦。嗰球其實就係應該嘅。最後嘅戰。